好，即届花莲是落大雨，所以林保署也来出动无人机去翕这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状况。结果所发现讲，这1号点的，搁在头前300公尺的所在是新加一大崩山湖，目前要是依持这红色警戒。原来林保署也通知这河床施工的东基区爱先撤离，另外水尾、光复乡、万英乡，也有凤林乡镇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。崩落过头份夜杯马太安溪源头13透早发生崩塌，林保署用无人机空中翕到，发现1楼口下骹又有新的崩山湖，持续维持红色警戒。水尾的万英、凤林、光复乡警戒范围内民众也是爱配合撤离。它刚好在那个我们923原本淹塞湖的位置，跟10月21淹塞湖的位置的中间。好，这中间这个地方，大概就是旧淹塞湖坝顶的下方，大概300公尺左右。还是建请就是地方政府维持红色警戒。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。这个民立村的低洼区域呢，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。虽然这个水势看起来有变小，不过现在仍维持管制的状态。请村民禁止进入灾区。原警哪骑车哪公布宣导村民唔通入去灾区，因为出现新的崩山湖，万影响明里村的部落青年协助管制交通，都连原先长地抢通主要另外道路，花45线工作嘛暂时停落来。看病啊，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啊，不方便的，像我没有车子啊，我这一个电摩，我怎么爬上去？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。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，都一样都停止。顶一届大灾区光复乡，这届无传出严重灾情，不过中央也未解除红色警戒。不过花莲县政府却宣布光复乡13爱上班上课，引起不少民怨。现在都是很麻烦，要出门也不是，不出门也不是啊。根本没办法上班，你现在路怎么可以能做事吗？红色警戒完全都没有撤离，早上又新的这个堰塞湖那个停班停课的事情，就大家又觉得非常的无奈。到10月22解除这个红色警戒，但是在10月14恢复上班上课，其实这也是红色警戒。所以在这一次在今天的部分，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，是不是应该要组成堰塞湖的专案小组。市认为感觉包含中央等乡镇应该做伙对安置这相关作业办法，做出更加详细指引，让在地居民知影标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